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雅珊，欢迎收看4月14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位于安平区建平在地一排主体，伫附近学校新校舍完成到单，已经经历过3摆的淹水，如何质疑是不是排水系统出了问题？因此，上午伫议会公务委员会的会刊以后，要求市府相关单位伫3礼拜内提出评估报告。住伫宜平路甲建平在一家交接路口的住户提出这次风台厝内淹水的相片，气愤地表示，自从附近的金城国中新建完成以后，到今已经淹过3摆，让因相当困扰。质疑是排水系统出了问题，要求相关单位找出问题，尽速改善。无好的水消足慢呢，迄表示啥？迄排水系统很慢啊。迄个排水的迄个速度太慢啦，无好啊，无好。因为无好啊，无好表示说已经没有新的水。无就是还有一点就是讲，遐规个拢下来，拢借离阮家。你排水系统是不是汇总的时候是不是有问题？就是说你这样子走的路线就是不对，或者是说你当初设计的时候，你的那个管量根本就是设计错误。这里就表示，有可能是学校兴建完成了后，地势变悬，后水的容积量变少，而水退了较慢的原因，有可能是水沟的断面被塌掉的，水未ful排掉，因此将会邀请工务局、教育局进行全面评估。退水很慢，就是说雨不下了之后退水很慢。那退水很慢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可能就是说，让那退水一直到湘涵的那个出口段，或者是中间的过程中，可能有一些断面不够，或者是有一些异物被阻塞，也有可能。这个要去把它查出来，全段把它检视出来，这有可能。大概是可能断面不够，或者是被阻塞，这有可能。所以一般理论上来讲，如果说断面不够的话，在大雨停了之后，理论上退水也会很快。理论上退水也会很快。所以说，刚刚2位讲的其实都对。那所以说这个原因呢，可能就是我们跟公务局共同，我们也跟教育局共同，因为我们也要了解教育那个学校里面的排水系统。对此，水利局答应将伫3礼拜内提出评估报告，伫议会公务委员会也预计伫8月4号迄天，邀请住户伫议会听取简报。但新闻站上林根采访报道。安平抽水站总共有8台抽水机，不过一旦全部同时拍开，就会发生跳电的现象。再加上有2台抽水机特别老旧，恐惊会影响抽水量。地方烦恼大雨一来，会无法度应用，因此要求市府水利局汰换设备。议员卢群豪指出，安平抽水站的设备自从97年更新到今，已经有8档的时间。这段期间，抽水站拢有发挥伊的成效。不过，这次尼波特洪台抽水站人员反映，抽水量明显减少1/3。地方烦恼未来如果拄到较大雨量，恐惊会无法度应付，因此要求汰换老旧的抽水设备。抽水站的马达已经都是老旧，所以那操作的这个人员跟我们反映，抽水已经跟往常差了1/3啦，所以我们做烦恼，因为规个安平区的淹水拢是如果袂淹水是因为咱抽水站，如果抽水站莫大若是抽水减少，阮就烦恼，所以阮今仔日要求咱水利局赶紧，这个抽水马达它老旧，该淘汰的我们就要淘汰，所以阮这一决议1年上盖我爱淘汰2架，把这里所有的老旧的这些马达都给换掉。对此，水利局评估，测到无法度及时将水量汇集到抽水站，这是必须注意的部分。并且同时也指出，总共8台抽水机，有2台比较老旧，属于备用的状态，无法度同时将8台抽水机同时拍开，因此发电机有改善的必要，而抽水设备也会分年变得有损更新。但新闻站上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移进塑料馆，因为建筑老旧，被市府以安全顾虑为理由，强制断水断电真久的时间。
但似乎到目前为止，拢也未进行建筑修复的工作，造成现在运作拢必须靠发电机来供电。对此，台南市历届市议员协进会要求尽速改善。来到中正路顶旧市议会大楼，目前这栋大楼被断水断电，所以侪活动的进行，拢个需要靠着这台小小发电机帮忙供电。安尼情形也互台南市历届市议员协进会侪议员前辈拢跳出来抗议。对此，负责管理的文化局表示，实在是不得已，因为建筑物上老旧，佮使用落去恐惊有危险，才会断水断电。外口是大电，内底电线是安尼，已经80档啊。那这个没有安全之余吗？谁敢去承担这种公安的问题呢？提供给公共使用呢？我觉得这是依法办理呀、而且所有权人都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所以我们不能让人家在这边参观的过程当中遭受到任何的所谓的生命的这种安全之余啊。所以没有办法的情形之下，一定是要先把它电的部分先把它断掉，然后让我们可以尽早进驻去做修复，修复完之后再怎么样子来好好的加以利用。台南市历届市议员协进会理事长周五六听完文化局长的讲法，也是认为市府无事先甲因协调沟通，就用这款粗鲁的手段，因无法度接受。伊讲迄落，阮的电线是安尼，啊，迄落电线是爱偌济个迄落迷你才有沟通，伊根本拢无含议会落去沟通啦，就大胆大迄个甲断水断电啦。这条是以前市地名做市长的时阵有准的，议政辅料馆是中正路3号啦，名正言顺啦，凭什么它可以断水断电？是因为县市合并以后，地上权跟土地权是属于归他们，但是就市议会的那个建筑物的话，应当你如果那个市政府啊，那会样做人啊，就爱来尊重台南市议会和李议长大家沟通，看是要安怎来处理这个福建修建啦吼。双方伫咧现场会当讲是争吵不断。最后，在咧现任议员的协调之下，总算有初步结论。针对台南的议政馆原始的这个旧的地方，但是请市政府文化局因为他们现在要中央有经费要正审规划整修，希望在整修这个完了以后也能够延续这个议政馆的一个文物的展览，以及它这个有一些历史背景的这些价值的东西，也希望已经让对外也能够来更加了解我们台南镇的这个议政的历史的近代的渊源，这个历史渊源所以我希望说，整修完以后能够交由台南市议会来接管，来妥善的来管理。想要让旧市议会大楼恢复当时青叶的盛况，双方应该要赶紧达成共识。进行修缮，这是唯一解决的方案。台南新闻网采访报道。讲到新店，大家一定会想到贡丸、米粉。现在都有百回业者邀请新店传统产业出进花灯会，举办无山店，让消费者唔免走去新店，会当买到当地的伴手礼。今年已经是第2届来到台南的新店物产展。这届带来米粉、贡丸、琉璃艺品之外，佮加了手工芳枣、甲花生糖业者的加入，让消费者唔免走长途，会当买到新店10大伴手礼。一推出就吸引侪消费者前来选买。新竹的这一档，我们叫新竹物产展，那带来了我们的新竹的传统产业，玻璃贡丸米粉，然后还有我们的花生酱，新福源花生酱也是非常有名的还有我们的手工皂，还有南新米粉国际米粉台湾这个都是在新竹鼎鼎有名的一个产业。那希望说来到台南做交流展，希望说城市跟城市，我们把我们新竹的特色带到台南来，也希望大家借由这一次的活动，先到这里来看我们。那以后有时间到新竹的时候，有更大的空间可以到新竹的每一个点。
台南大湾东百货公司为着要回馈顾客，也加码好礼，使用着湾东商银或者是花旗信用卡，买服装满5000就送200块抵用券，可以当兑换100万好礼的抽奖序号。欢迎大家伫咧17号进前去试手气。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先休困一个，马上倒来新闻现场。来，阿弟对阿公行，行啦行啦行啦，不要紧啦，行行行。袂使啦。那袂使，阿弟上乖，对阿公过。袂。啥怎？真是讲一定爱行斑马线哦，直接行过会足危险的哦。阿公知啦，阿公知啦，行斑马线。对啦，爱行过大路，爱行斑马线。来，阿公整一个。不。啊？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啉茶已经成为现代人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但伫食问题愈来愈侪的情形之下，啉茶要安怎啉了健康，要安怎分辨好茶甲无好的茶，就变了非常重要。因此，现在就有业者希望推广茶的相关知识，希望让大家更加了解啉好茶的好处。一叶一世界，一茶一人生。这句话讲出了新武一位茶王铺茶文化推广中心的主要思想。有关茶知识非常的多，对于六大茶系统的分别、制作茶的工序、过程、采收茶树种、茶叶大小、树木年纪等等，一片叶啊，就富含了一个世界遐尔侪知识。业者伫咧经过多年学习。考取品茶师执照，同时也担任潮汕茶文化培训讲师的身份。伊回到台湾，就是希望会当负起责任，将正确的茶基础概念教导予民众了解。进入一位茶王铺，他所推广的一个重要的理念，让你们熟悉这6大茶系，包括普洱茶。普洱茶的制造的工序，包括你们喝的茶的来源，是否健康，是否让你们安心，进而饮用它，达到一个养生。因为讲究品质甲健康，所以茶王铺内底所有的茶叶，拢是陈胜贤老师亲自到云南青山那来经过树、对挽叶啊、炒青、晒青，一道一道的过程，拢确实监督。同时，伫咧国内也经过 SGS 检验合格。就是要让顾客啉了健康。老师也表示，啉好茶上大的关键是家己啉起来感觉，只要好茶啉了济，自然就会当分别茶好歹。做生意人足简单的啊！一般生意人，我咧报100、卖120、卖130，足好坏，我趁我该赚的，其实是错误的。所以，阮要推广一个文化普洱茶的一个推广中心，就是安尼来，让你们了解到你们现在喝的是什么茶。最好的老师是你的鼻子和你的嘴巴，把眼睛和耳朵先暂时的让它休息一下下。为什么？因为眼见不一定为凭，道听途说的，或是人家的在坊间以讹传讹的，他的普洱茶不健康，或者普洱茶是在黑心的工坊的来制作的。茶王铺就是有这一个社会的道义，要把这个原始的，怎么去做一个绿色的生态的东西，把它呈现在各位的眼前。业者伫咧尽全力推广正确啉茶文化的同时，也希望民众会当透过啉茶这款轻松简单的动作，伫咧无形当中，互人心灵平静。足多人摕咧问讲，老师你为什么会合作新入一位？其实啦，所有的茶来讲，回归在于自然。茶字，就是草、人、木，就是人在草木间，就是你自我的追求自我的，
成长也好，自然也好，追求自我的最在心灵的层面再做一个提升啊。其实茶就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东西，所以在你随性当中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你自己的与茶的对话。饮好茶，顾健康，享受人生。欢迎大家到健康路顶茶王铺，熟悉有关茶深厚的文化内涵。清香茶。台湾新闻网找采访报道。南区国税局时常邀请各界艺文人士，伫该局九楼艺文展览空间展出作品。这次推出刘素君加陈景柔的联展，欢迎介意粉彩加版画的民众，伫9月28号进前拥有莅临欣赏。透过陈景柔老师的导览，为大家讲解每一个创作背后的故事，以及三性过程甲表现技法，利用线条、光影的变化来传达各种的意境，并利用灵体的五感来联想出甲生活相关的主题。我的源头是从那个五感开始，就是那件作品。五感就是我们人的感觉，因为我创作是来自我的直觉。直觉已完了以后呢，有任何的一个反应，我觉得生命里面其实有很多点线面，因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种子嘛，每一个人也都是一个点。那透过你的点，你的行动力跟你的思维，你会足够一个草嘛，会足够一个草。那我这系列除了五感的系列，第2个系列就是入口，第3个系列是家。这些都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的架构原则上是一样，只是你身体里面所包含的身心灵，尤其是灵魂的那一块是不同的，因为那是活的。我相信人都能够认同说，当你离开这个躯身以后，你那个灵是还存在的。另外一位作者刘素娟老师，这是运用古、画加对叠的方式来创造出无需要使用画笔，也免加水，也是加油，就会当完成的粉彩画。而这2位老师的作品，现在正在南区国税局9楼艺文展览区展出，有兴趣的民众伫9月28号进前来到这，拢欣赏会到。台新闻正山林根采访报道。财团法人好地文教基金会7月14到152天，伫成功大学举办2016生命教育演习会，吸引台南地区学校教师参与，做伙学习儒家伦理精神，创造温馨美好的校园氛围。福智文教基金会以儒家文化的有伦内涵作为生命教育研习营的主题，帮助老师对心来开始。做好和谐的人际关系，透过儒家伦理当中的诚意正心、以人待人的理念，希望参与老师会当伫咧教学当中为学生传达爱甲互助，减少对立，创造和谐校园。生命教育儒家的五伦为主希望能够推动老师真的从自己内心的开始，心灵成长开始，一直到能够把它实践出来。所以我们课程里面就有所谓的利剑篇实践篇教学篇，还有成果发表篇都有。推动老师从小学、国中、高中，甚至到大专院校，希望所有老师对于生命教育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希望老师成为一个幸福快乐老师，从家庭的夫妻父子之间，一直到学校的同事之间的相处之道，乃至于怎么去带动学生成为一个快乐的学生。在扫地的时候，有个小朋友呢，他扫一扫就发现了地上有一个很小的乐高积木，他非常高兴，觉得他扫到宝贝了。但在高兴之下呢，他不小心就跌倒了，然后扫把整个弄到牙齿，结果门牙就掉下来。那旁边的小朋友很机警，就把他的牙齿捡起来，一起帮他送到保健室去。那通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呢，老师护士校长都会非常非常的紧张。可是我们小朋友呢，他却在这个事件中呢，他是用一种关怀、感恩、学习的态度去面对它。2016生命教育研习营，全国各地总共办理6场，最后一场来到台南。基金会伫咧2002年开办，已经有23000多名老师参加。今年全国报名超过2700个人，透过讲座甲成果展示，互参与老师透过学习会当愈来愈快乐，并将爱甲希望传送出去。台湾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
明仔载是好天，有时侪云的天气，温度28度到30度，落雨几率一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你收看7月14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林雅珊，咱再会。